红。但最近奴不在的时候，我也是大主播啊，兄弟姐妹们。跟说加油咱们，他去那个演出去了。注意休息啊！你最近去睡眠我呀，我呀，那个我呀，看一下别人我呀。我下了啊，好的，那奴不路上面已经，大跟着一下。我说这个的兄弟姐妹们的，我是懂得色的。咋呢？打招呼许多。我大网红一做的，张罗大网红一死人的，谁的嘞？俺的大网红是来可大网红一做的，家人们没有个的。我是大网红，大的那个网红。可大网红，网红钱一做的，谁的嘞？他不是大网红，他是拉拉主播撒。没人就不打人，没有个的。现场的咱们他们个的呢，直播到电话当球赛的。女孩子去，女孩子屁股上面。这是干嘛？来嘉宾了。你得我一些，后面看一下，那嘞？后面哪里看呀，兄弟们？主动的。欢迎我没烦恼，等一下给你刷礼物。好的 ，OK。啊。什么的？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我的大拇指，必须，我就是大拇指呀，就还是土豆的。我一直在看你，你真的漂亮，是大姐做的花式，你骗人哥，好热闹，对，特别热闹。那哥，你等一下给我送礼物啊，这个。真的好的，那哥，那你等一下要给我送礼物哟。好的，所以啊，撒娇一个可以。刷什么礼物？跟你看呗，你觉得我值得什么礼物你就送呗。那个要看你了，哥。这是在哪里啊？茶马广场。你这样漂亮，值得嘉年华。哇，这嘉年华都没见过，求你了。嘉年华，嘉年华没人送啊，哥，你有送吗，哥？哥，你要送嘉年华吗？真的吗？感谢我没烦恼送的灯牌。
Thank you。啊，这大拇指的这个，比心子做的吃的，那是大拇指太丑了。比心，家人们比心比心。谁打比心？你这个许多了，那边我来比。什么名字嘛？什么名字嘛？阳金3号。喂，加油！感谢毛一大哥送来的袜子。快龙哥。看一下我的老乡长那是。我跟你讲，那人家要么不在演出，你这才点。说得好。大家主动能这个来作弊拍的。阿斯哥开玩笑的，嘉年华的一个开玩笑的一个保时捷或者热气球都可以哦，哥。真心哥，珍惜自己的，自己的，珍惜自己的。真心哥已经走了的香。等一下，我忙着。美女露个脸，我长得丑的很，不敢露脸。露一个，露脸是露一个。我说你帅哥露脸是是的。看看长呢，长呢。他等死最爽，妈妈，我你。对呀，大家不知道，他会挺现的。晚上有演出吗？是的，蛮有个点啊，大勇这个学现场中，抖音那没展不开了，现场中学的青年比赛，我下一周我自己开玩笑的蛮有个点，你没看？你好，最近过得好吗？过得好吗？有。这他这个六节目中的追查啥个？六节目讲是么个？这六节目是嘛的追查啥？你加油今天在成都吗？加油老师，成都了。我刚看到你了，你不认得我了。我也没有。
是你男老公吗？那就不知道。马有台北跟不是让不得给你们了，从多少做不出来？今天酱油在吗？在，在，晚上在。晚上唱歌在。可是没主力去的家人们。扎起的嘞，不算错，俺们把这公看上。gas，我这里是的。你们两个。晚上基本都跳舞，特别好听。对，晚上有很多出名的歌手也网红就在常州市阳金3户人中心总有要报的是，就俺那这压的嘞，不靠着咋那个嘞？镜头转过去，来3户的的，我们先，你们两个亲一下。出去嘛！人气500教学的都给你报销。人气500人都给扣了报这些，扣了。我认得大网红意思是嘞，哪着的？好黑呀！这什么大网红啊，兄弟们！滚！这最不做巧了嘞！啊，这我这大眼眉毛都下，那你嘞就不是不做了哟。啊喽！你啥时候来了三？不啥多？哦，感谢，这个多。欢迎大哥，蛮少就那这样。3对萝卜在哪里？在阳金3号烟厅，那是真的嘞。对，俺就啊。3对萝卜。3对萝卜。扣着了。妈妈。在现在实在看不到。在他那个阳金3号里面在。在啊，3对萝卜18度就他们。18度就他们都在，兄弟们。在拉萨吗？不在，在成都。吃这那些鹅牛皮这种干的，有啥多？啊，都垃圾装的。拉萨不是啊，成都，西藏成都，强东那里强东。袜子了吗？对，袜子了。袜子还有很多。我呀。对袜子送袜子给他的了。그런데 소리다. 단도야. 봐, 슈팅
这边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这也是。啊。兄弟们，打那几万嘛的帅哥嘛的，木里打都够大么小的，但给这野啥的不看去咋那个，哪去咋那个？我要听我说。可以，现在先去拿。八个。先去拿马蹄，然后你来出去一点嘛。我走了，我听我说了，应该没事吧？这应该没事吧？我走了。还八个。他们有个大这直播间人气也没的，他都掉起来的。江大家有金大正在谈头，这种的是。我们大球家一见到洗脚3个朋友。你前面他们在这呢。我要一个袜子，对对住了。我要去跑这。啊。这个不要嘞？把是要嘞？可以。都不跑哦，怕的。哎呀，第一下子还是的，不两到的不跑的，呀，要么就把是。阿妈太阳太大了，就我承受不了。周末上班了，刚出班，刚的男朋友没来。江大加油，几点在成都啊？今天晚上唱歌的时候就会来着嘞。你们8、9点左右来拿马听吧，他会来的。9点撒开最后的得早着没有个的，帅哥美女个的，还有诱惑。吃蛋吃人呢，吃蛋吃人就是的，吃蛋吃人做啊，不在是的头。그래 가라오 참도래 참도 참도라요 스케 참도라요 너네你准备去哪里？准备去哪里？拿马蹄，我这些得来用吧。在成都的朋友有几个扣个1嘛，对吧？成都有几个人是的？呀，他是对的个。我脸是不是特别红？没有啊。那你妈这是烫吗？烫的。成都这么的。在成都的人扣个1啊，1。成都有多个的扣个1是的，没有个的。在成都，所有在成都市里面的，你男朋友找到了吗？当然这种是个对的。你男朋友找到了吗？对，我俩结婚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参加我家人，是吧？哎呦，你妈个人嘛这是。这是什么的？去做的。你的男朋友这么帅呀，是吧？我觉得。是的，这么帅气，帅是没有家人们。你看，他今天穿，啊吼，像疯子一样。你说老乡的吗？对。没有个都给我的那么带花的裤子里的大么花。你们来看一下他帅不帅？现实当中。直播间里面告诉他，这天咋做呢？俺们家是看两周肉，他们是天天冻着吃。
简单这样这个帅。不过那么多说嘛，用个的你帅哥子不得了些，给了给那给了不这个那这嘞，对啊，可这个其实他成都一那这个那的网红给这去个那样的没你做嘛的是。两毛钱的。小子做嘛小三家做嘛容易的。那米的见到一发啥？男朋友找到了吗？找不到他这个性格。跟主播的感，他性格的各种你妈妈用的。哇，这么好啊！滚出吧！哇塞，真的。怎么没有？20年的俺性格差第二个就是，给家吃饭了做什么的呀？等年3月嘛，他不过的都，他这给家这些都兄弟肉人着的，俺让咱们这些都兄弟人着的钱呢。如把这个大家先看着来这个我是。啊，吃谁搞？如把这个大家先看着来这个我是。阿妈，我吃谁的？我真的查过，哎呦，我真的无语了。你们的的，小子在哪里？俺抢到了也没有个俺带票哦。把你往可对。啊！我是帅哥子挺重的票，真的。小子就刚那样刚，什么意思啊？还有老大，多吃点珍珠70就好了。可珍珠70就吃了没有？帅哥，你吃饭了吗？哦，我们一起演出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晚上过来看，我们一起演出。就3万岁了是的，就3万岁了是的，这是的。3万岁了没有？80没吃。3万岁了没是就请客一起那小事的。没吃哦，我眼睛都红了，因为我起得早，1点左右就睡，不是起的，睡得晚啊。但我劝俺这下这样的劝你的吃。这俺都不你了马上。吃饭了没有？啥没有没？大家等一下，准备去呢，忙完了就去啊，对吧？俺到时候扬州的饭卡耍进门的。对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下，今天的钱没付，你要住吗？还是退租？对。但是早上俺给我多嘛就，但我还不知道子。你闺蜜没来吗？啥？就闺蜜。你滚！俺跟他滚这个人。我们一起演出的兄弟们，今天过来看。你闺蜜没来吗？我闺蜜谁啊？搞好他们给这些。这鸡的。太卡了，看的了。那些没来，这做嘛的直播间的各种人做嘛的。一起演出的啥的嘞？听嘛我不进来。一起演出的。这边，抢到了演出，我们在对面用过的杨记3号那里有，都过点么大小，抢到了有被不是不大吧？都过点么大小，抢到杨记3号那里，在的抢到杨记3号那，在的抢到杨记3号那，在的。看着他的。男朋友嘛是，却过下子团结是哎呀，
啊，这样子了嘛用。嘛这那这演出做么这么的，演出做么帅哥的，俺起码也搞着这嘛，我起码也搞着这嘛个，俺起码也搞着这了没？真的，我已经那个单身了好几年，真的。搞着起码也这了没？咱每年都起码关羽。哇塞，是老乡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，俺搞着起码也这了没？单身的那不路没不热擦的，交人不啥交人不子了，搞着起码也这了没？俺们这就给家些动到，在那怕丢到，这吃走了，不都在兄弟这人这怎么是俺性格男生这么这样着嘞？这得搞着这了没？性格和男生的一样，真的。啊，就是个可能做起来怎么了？真的，这样够热的气。看看穿搭，有个人可能在的天我这里嘛的。是单这的嘛，有个的。这的单。不是让我直播吗？哎呦，这大里头的什么真的？看俺9点半个是多气死了。9点半个嘛，这光一了的。这服务员一直问我。他没事，我中途的。你好漂亮啊，亲。哎呀，这样真的往后面播。开始几分？看啥子门个？啊？还有你给我写几门个？看啥子门个？啥子没有？啊？给个什么生狗子？好像就是。姐，没有。如果永远老公司，做的搞着的这没做的老公赶紧等我个人们按下场。看这头牛大家哟。不是，人家丁子瑶说错了，张大娘在不在？现在老师不在，老师等一下就来了。老师等一下就来了，兄弟们，我先去换衣服去了，先去换衣服去了。啊？换衣服吗？对啊。你们两个一对一下可以吗？谁两个？丁子爱你一对人，我的天，这忘了，不怕是的。这丁子跟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，你们来啊，谁的了可以上去做什么？真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本来很合适的，开玩笑。合适的嘛，俺家不要误会。兄弟嘛。